来自日本群马县高崎市政府的农政部官员，伫个同款是群马县水上町政府的阿布真城的看线，2月2号下午伫个台南大湾东百货举办梅仔相关的产品推广品尝。主办单位高崎市政府农政部的科长原田显志表示，高崎市是当日本上大的梅仔产地，伊嘛正积极向其他国家来推广。中国、新加坡是今天第一次来台湾，办活动是第一次啊。还有他希望那个今年之内12月之前一定要再办活动，大的活动。因为今天没有卖东西，只有世界会而已。可是我们今后回那边，后天回那边之后，马上准备办大的活动。现场除了梅仔、梅子果酱加果汁等。另外，嘛介绍梅干梅酱来搭配白糜甲白饭的吃法，连台南市议员陈义珍嘛大力来推荐，认为身为台湾的美食之都，当然嘛袂用错过唯一的试食品尝。非常感谢大家大排长龙都忙着在品尝我们好吃的梅子那我想很感谢我们群马县高崎市我们的原田科长带领我们的团队来到台南。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全台湾首场也是唯一一场的品尝会，就选在台南选在美食之都台南。谢谢我们的原田科长所有的团队。那我想对身为台南人美食之都非常的幸福，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棒的活动，这个梅子品尝会在台南也邀请所有的好朋友把握时间多多来参与，而且这个前200位还有这么可爱的达摩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高崎市就是梅子跟达摩的故乡那我想这个达摩就是可以让大家很吉祥很平安所以我想大家赶快手刀赶快填问卷把这个达摩带回去那也谢谢我们高崎市这一场这么棒的这个品尝会梅子品尝会，那也希望说未来那可以多多举办经常来每年都要来欢迎我们的高崎市也谢谢大家的参与，祝福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因为群马县高崎市是梅仔甲达摩的故乡，现场高崎市嘛特别致敬大湾东百货一尊达摩，并且现场由着高崎市甲大湾东百货处长以及议员共同来记号。另外，现场品尝的民众只要完成问卷，前200名嘛特别获赠幸福达摩的小礼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